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要听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主，阮今仔日要来看圣经人物中间的路底亚，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对伊的生命中间来敲出重要的信息。来成做阮生命的帮助，求主开阮的心门，你的话进入阮的心中，带来改变。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16章。这段经文是记载保罗伊伫第2摆的旅行传道的过程甲经历。保罗伊对安提阿来出发。去拜访伊第一遍旅行团的时阵所起造的教会，咱若看这张图，咱就知影伊这个整个的这个路程吼，是充满了上帝的引带。伊通常是对这个安提阿开始去传福音吼，然后伊经过这个伊过去第一遍传福音经过这个城市特别以哥念加罗斯德这几个城市。伫遐去探访伊第一遍传道的时阵所起造的教会，伫遐伊也呼召提摩太，甲伊做伙去宣教。然后照保罗的计划吼，伊是来到这个照一个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城市吼。伊望讲对遮来这个亚细亚，亚细亚的这个土地吼，咱来看这个图是这个土地。伊望讲这个所在的遮个城市的人来传福音吼。但是总是吼，咱看见伫圣经中间安尼记载吼，伊讲圣神不准因伫亚细亚省传播信息，所以这条路就变做袂通吼。所以保罗伊就继续北去吼，然后伊去第2遍计划，伊想要这个庇推尼这个所在吼，这个省份去传福音。结果咱看见着吼，因到了美西亚边界的时阵，想要进入庇推尼省吼，但是耶稣的灵禁止因去吼，所以这是第2遍，圣神禁止因去，所以这条路佫变做袂通。在这个时阵吼，保罗伊毋知影要哪进行伊后一遍的计划，后一步的计划。这时阵伫一天暗时吼，保罗得到一个异象。伫异象中间，伊看见一个马其顿的人。咱来看这个图吼，马其顿就是这个所在。伊看见这个所在一个人来对伊显现，来对伊讲，伊讲徛伫恳求伊讲，请到马其顿来帮助阮，请到马其顿来帮助阮。所以保罗得到这异象了，伊就对这个时阵开始吼。来到这个马其顿的所在，咱来看这个图，咱就知影吼，今仔日吼，伫这个所在吼，这是咱今仔日的亚洲对无？这个所在就是今仔日的什么会？欧洲啊，所以伫圣神的引带下面，伫保罗的顺服下面，福音对亚洲传到欧洲，福音对亚洲传到欧洲。所以，因进入欧洲的第一个城叫做腓立比。接下来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对咱讲安息日的时阵，保罗因一群人吼，这福音团队吼，因一群人出了城，去到河边。因心内想，可能遐有一个犹太人祈祷的所在。为什么安尼？因为犹太人伊有一个传统。就是当因伫外邦的所在吼，伫外邦的城的所在，如果若有10个犹太的查甫人，会当找到10个犹太的查甫人，因就会伫遐成立一个会堂，然后对这10个人中间，是讲超过10个人中间去选一个管会堂的，来管理这个会堂，互因会当伫遮敬拜上帝，会当伫遐组织。假使若无超过10个犹太的查甫人，因着爱找一个靠近水河边的所在来聚会，
通常是伫遐祈祷。为什么爱靠近河边有水的所在？有圣经学者认为讲，因是犹太教因咧自习的时阵需要行迄个清气咧，所以爱靠近水的所在。所以犹太人伊若到一个城吼，伊若即个城内底找无犹太人的会堂，伊要敬拜上帝，伊就爱出去到城外去找迄个有水的所在。迄个所在就有可能有几个信徒吼，犹太教的信徒伫遐咧祈祷。因为保罗伊要传福音吼，伊通常是先对在地即犹太人传耶稣的道理。因为因已经信上帝，所以若传耶稣的道理，这比较因较会当接受。所以伫遐保罗就拄着一群富人人，伫遐咧组织，伫遐咧祈祷，所以伊就对遐个富人人去讲道。伫即听众中间有一个人叫做鲁底亚，即鲁底亚是对推拿城，即城来的。即个城吼是当时阵即个即城主要的商业是是即个纺织业。所以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即个鲁底亚吼，伊是咧卖紫色布的。咱今日看紫色布吼，较像足普通嘛吼，但是其实吼，伫迄个时代吼，要找到迄个紫色的染料，这是非常困难的哦。伊要对迄个深海迄个贝类吼，迄个贝壳类吼，一种贝类伊的分泌物吼，来吹出来吼，一点一滴吼，来刮落来吼，然后制成一种染料，染伫布里。所以咱会当想象讲，即种布是非常非常贵气的，一般人买袂起。拢只有迄个罗马的贵族，也是王族，才能穿即个紫色布所做的衫。所以咱检查对安尼会当去理解吼。鲁底亚伊是一个生理人，然后伊是一个应该是经营了真袂歹一个生理人所以伊伫经济上可能比较较富裕所以咱等下会当看到讲，伊开放伊的厝。互大家伫遐聚会，圣经继续安尼讲，伊讲鲁底亚，伊一向敬拜上帝但是这个时阵主拍开伊的心，互伊自信去听保罗所传讲的。了后，圣经中间讲，伊甲伊一家人拢洗礼，毋敢规家伙洗礼尔，伊阁拜托保罗这个宣教团队爱留落来。来到因厝里住，然后伫因厝里传讲上帝的信息。这就是咱看鲁底亚伊的故事。今日咱要对伊来学习真侪真重要的功课。特别今日咱要洗礼，咱伫遮要举行圣礼典。我相信这段经文是对咱今日要接受洗礼。以及咱所有兄弟姊妹拢真重要，因为有真宝贵的信息。第一项咱对鲁底亚来学习的就是咱看见鲁底亚伊是敬拜的时阵伊的心灵已经备办好势。所以保罗讲，伊马上会当接受保罗所讲的。所以圣经中讲，伊向敬拜上帝，主拍开伊的心，互伊自信去听保罗所讲的话。咱的理解来讲保罗可能去传福音真济但是毋是所有人拢有接受。亲像牧师礼拜日伫遮讲道，讲上款一篇道每讲的领受是无共款的因为迄甲咱的心有准备好势，其实有足大的关系。如果咱来想看觅，如果鲁底亚咧聚会的时阵无专心。一直想讲我等下明去进我这布料然后我要去找啥物人，把这布料卖出去。那一直咧想这个世俗的代志伊就无法度去专心去听保罗先生所讲的。亲像咱来到这礼拜堂如果你若一直咧想外面的代志，我一直想讲我等下即摆肚咧枵等下要去倒食饭牧师咧讲啥袂要紧安尼你就无法度领受上帝的话。其实我相信，伫咱双年教会所有讲道的牧师拢是真用心咧准备讲道篇。那亲像一个多子师傅咧准备迄个青草要互大家食。但是如果大家若无胃口，
食袂落去，安尼无法度领受啊。所以爱用较无专注的心去压制迄个属灵的食物。咱应该爱亲像路底下同款，求主帮助咱备办好咱的心，来领受上帝话，互上帝话真正会当改变咱的生命。这是路底下会当互咱学习的第一项。第二项，咱看见着吼，圣经中讲，伊听保罗会讲到了，心内感动，伊甲伊全家的人拢受洗礼。所以牧师伫遮有一个标题叫做"一人信主，全家得到福气"。其实咱普通有讲一句话对无吼？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咱敢有听过这句话？这句话是毋对的。咱来理解为什么？一人信主，全家不一定会得救哦。因为信仰是安那，咱个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毋是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哦。你毋讲安尼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所以咱斗派一个人去做礼拜就好吼，咱派一个人去服侍就好吼。可能你对你的太太讲，你信仰较好，你时间较济，你代表咱出去敬拜上帝吼。拜托你若将来要去天堂的时候，帮我给我们救一下，安尼吼，毋是这款道理。但是一人信主虽然无一定保证全家得救，但是一人信主会当互全家得到福气。为什么？亲像路底下同款，伊心中感动，伊将这款的感动影响全家的人，所以因全家的人拢接受洗礼，每一个人拢对上帝个别伊家己的信仰，拢领受稳定。所以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咱中间可能有真侪人是家庭中间第一个信主的，亲像路底下同款。上帝互咱一个使命，就是因为咱信主。所以，咱也要互其他人，咱厝内底其他人来得到福气。咱来理解比如讲，今仔受洗礼中，兄弟姊妹中间，一定有一寡人，伊是因厝里第一个信主的。那如果你是第一个信主的，上帝互你这个应允，一人信主要全家得到福气，这是一个应允，嘛是一个呼召。伊是上帝交代咱。互咱透过咱伫厝内底，诚做一粒第一粒种子，伫厝内底会当发芽布衣，然后结实累累，亲像路底下同款。伊一人信主，全家因为伊来得到福气。伊邀请保罗这个团队伫伊厝内底，会当传讲上帝的真理，互更较侪人了解，来接受这个福音。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路底下伊做这款的代志。互伊的全家得到福气。今仔如果你是恁厝内底唯一一个信主的，你就有一个真重要的责任甲使命，透过你生命的见证，互你厝内底的人羡慕这款的信仰。意思是讲因为你甲你厝内底的人住做伙嘛，所以你若有信主了有改变，你厝内底的人拢知影讲原来主耶稣基督会当改变人。所以，伊嘛羡慕这款的福音真理嘛。如果你若信主了，你也无改变，安尼别人你厝内底人，逐工拢看现，伊较有可能愿意来信主。所以，一人信主，爱互全家拢得到福气，咱拢有使命、有责任。第三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咱看见着路底下伊毋是一个自私的人伊领受祝福了，伊愿意去分享稳定所以。圣经中讲，伊请求保罗的团队对因讲，如果你认为我是真心信主，请来我厝里住。就是伊接待这个团队，互伊的家庭变做一个啥？变做一个报道所了。毋是简单伊厝内底人得到福气也互菲律宾城内底其他的人也会当来到因厝里听到福音。照咱若继续读这段经文对16节开始读，咱发觉讲保罗伫菲律宾拄到一件大代志，因为伊为着一个女婢这女婢身躯顶有一个鬼来附咧，所以伊的主人会当因为安尼得到利益，保罗将这个女婢身躯顶的这个鬼来赶走了，这个女婢失去了迄个能力
啊，所以伊主人真生气，就控告保罗，吼，啊，保罗甲西拉就叫掠去监牢内底关咧，啊，一般受关伫监牢内底吼，大家拢真艰苦，但是保罗甲西拉伫遐敬拜俄罗上帝，结果无想到菲律宾迄天发生大地震，加加的门锁叫进节拍开，吼，啊，你若继续看，你就知。迄个过家家的人，原本伫也准讲，这犯人拢逃走，安尼一声一惨嘛，亚当想要自杀，结果保罗来讲，无，阮拢无走，我拢伫内底。后来即个过家家的人，全家嘛拢信主，吼。啊，第二天保罗受人讨绑了，吼，伊第一件代志是做啥物代志？伊就是咱拄则所读的迄个40节，吼，伊去到路地亚的厝，吼，为虾米伊会去路地亚的厝？因为伊的厝是开放的，保罗去遐，伫遐苦劝遐兄弟，吼，所以咱能想象讲，路地亚的厝毋是一个厝尔，是一个上帝百姓聚会的所在。所以咱会当理解，即群人后来成立真做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叫做腓立比教会，而且腓立比教会为保罗带来真侪的祝福。甲支援，咱看见着保罗写腓立比教会的批信安尼讲，伊讲我每一遍想着恁，我就感谢我的上帝；每一遍为着恁大家祈祷的时候，我拢是怀着喜乐的心，因为对开始的第一天到现在，恁伫传福音的工作顶面一直拢协助我。表示安那，腓立比教会真做保罗宣教的一个基地。因供应保罗宣教的需要，因参与伫保罗世界宣教的一个事工中间。所以咱看见着今仔真特别的信息，对咱讲，对路地亚一个人信主，然后安那，因全家拢得到福气。毋简单安尼，因设立腓立比教会了，互腓立比教会真做世间人所有人的福气。互保罗会当将福音传到世界的各角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今仔日的责任嘛？毋知大家敢知影？咱台湾伫近代的宣教中间，第一个信主的人是啥物人？伊是高志明牧师的阿公，叫做高中传道师。伊原本是住伫即个福建的泉州的所在，吼。啊，厝内底原本是咧掠鱼的，吼，讨海。啊，厝内底原本是真富裕哦，但是到伊即代的时阵，吼，即祖产吼，拢无去啊，吼。啊，所以1864年，吼，高中28岁的时阵，伊离伊本乡已经活袂落去啊。啊，伊听人讲台湾钱伊毋骹目，啊，伊的大姐甲姐夫吼已经先来台湾。讨趁，吼，所以伊就渡过台湾海峡来到府城的所在、台南的所在，遐挖靠因大姐，吼，伫因大姐夫的干妈店内底，吼，斗相共。后来家己创业，吼，一直无顺利啦，吼，啊，染着一寡歹习惯，就爱跋筊，吼，啊，有一天吼，伊就吼找一寡钱，吼，啊，伊打算讲暗时的时阵，吼，要去。跋筊，毋茫讲即边吼，跋较大个吼，会当趁大钱吼。啊，但是想讲安尼去吼，毋知敢会当成功啦吼，敢会当趁大钱吼，敢会当跋赢筊吼。所以就想讲安尼，我先去庙林拜拜，吼，啊求这个神明头保庇，互我暗时跋筊的时阵当趁大钱吼。伊就行到即个台南的看西街吼，今仔日看西街的所在，伫遐看到一群人围咧，啊看到一个外国人吼，伫遐咧。讲道竟然是讲台湾话，哎，听到做好奇的就走过去听，啊，这就是马雅各医生伫遐咧讲道。伊家己写讲，伊一面听这马雅各牧师讲道，一听就感动，吼，哪听哪入迷吼，就讲越听越着迷啊吼，竟然吼袂记爱去庙里求上帝互伊赢钱，啊求迄个神明互伊赢钱的代志吼。后来伊就常常去看西街即个啊。即个医馆吼，就是迄个马雅各设立的即个医馆去遐听道理。啊，伊捌一个伊的助手吼，啊，所以啊，即个马雅各医生看伊真认真，就请伊来斗相共。
帮忙煮饭、扫地，等等这工作。后来马医师就教伊读圣经、吟圣诗，这时阵伊就感动，伊想要接受洗礼，所以伊是台湾头前4个洗礼中间的一个人。后来伊家己讲，我安尼逐工读圣经、吟圣诗，伊感觉安尼是无够的，所以伊讲伊要去传福音，所以伊就对马医生讲：我要去传福音。这个马医生就来讲你留伫我身躯边斗3工就好啊！我会当互你的工资比你做传道者的工资搁较好。但是伊对伊讲不要紧，我毋是为着钱，也毋是为着生活。我是为着使命欢喜，为着主耶稣基督来吃苦。因为迄个时阵要做传道者是非常艰苦的。因为迄阵咱台湾人也袂当接受这福音嘛，所以常常会去互撇开困着。但是伊甘愿吃这个苦。伊对28岁开始信主受洗礼，然后看福音诚做宝贝。咱知影，伊有5个查甫囡仔，3个查某囡仔其中大汉的迄个是养子啦伊互遮的人拢信主伊囝儿内底毋是医生的，就是牧师。然后伊这个家族对咱台湾的宣教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伊一世人非常颂香，有人口讲你囡仔遐尼济，应该买一寡土地留互子孙。伊讲我无需要留土地互我的子孙，讲国家的宝贝就是主耶稣基督，信耶稣的人就是我的好子孙。如果若无信耶稣，我就无认伊做我的子孙。伊讲我无留落金银财宝互恁，我所留落互恁的产业就是主耶稣甲一本圣经。咱看见着伊即个家族安尼传出去，对咱台湾的宣教有偌尼大的影响。亲像路底亚同款，一个人信主，全家得到福气，也为迄个时代的人带来真大真大的福音的福气。所以这时阵，牧师要为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闭起来，咱来思考一下。你的亲戚朋友中间，还阁有人还未信主？若有，迄就是你的责任。上帝要呼召你，互因得到福气。你莫当想看觅，你敢有真认真参与伫教会事工？上帝要互你伫教会事工顶面尽力，互其他的人来得到一款大的福气。这就是你今仔日的责任，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甲查某囝，互阮有福分来领受救赎的恩典。主，阮伫阮的家庭中间，阮愿意为你做见证。互也未信的亲人朋友，会通因为阮本身的见证来领受你大的福恩典。也互阮参与伫教会的宣教事工，互众人会当因为阮的参与、阮的尽力，来得到主大的福气。恳求主成全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